家好啊！今集就會喺京都繼續我哋嘅行程。呢間就係我哋住嘅酒店啦，距離京都站只有幾分鐘嘅路程。佢喺2022年先開業，設計上都比較新穎，環境整體感覺寬敞同埋有高雅嘅感覺。價錢對比起附近嘅酒店 ，CP 值非常之高。房間充滿現代風，雖然呢一隻係最平嘅房型，但係走動嘅空間都好闊落。咁當時就係非旺季嚟嘅，平均700蚊一晚。座廁同埋梳洗嘅地方就分開左右兩邊。中間呢個窗雖然就冇乜風景，但係對於舒緩密閉空間嘅壓迫感都起咗好大嘅作用。唯一嘅問題就係沖涼椅嘅話，酒店只能夠提供呢一款。對腳唔好嘅話係唔太安全嘅，呢樣都係我冇預計到嘅事，結果都造成咗好多危險嘅情況。當初冇選擇無障礙房，都唔記得咗係因為價錢抑或環境嘅問題啦。今次 book 房嘅選擇的確係有啲疏忽。之後就喺京都站裏面睇下有咩特產賣啦。同埋揾到當年去宇治食過嘅中村藤吉，懷念一下過去。附近仲有個好好行嘅伊安摩。2000 years later， 轉眼間就到咗夜晚。京都站上面呢有一條拉麵小路，每間鋪都分別代表住日本唔同地方嘅風味。最後我都係揀返代表京都風味嘅拉麵店，不過就冇乜令人留下深刻印象嘅地方，我都係更加掛住博多嘅拉麵。Next day， 第二日就正式開始旅遊景點觀光嘅行程啦。第一個就嚟到金閣寺，呢度係我曾經諗住下次先再嚟嘅景點，結果差啲就冇呢個下次啦。大家記住要好好把握當下能夠做到嘅事啊！門票本身已經係一張預售，令人更加想好好保存。京都有好多景點呢，都係呢一種碎石嘅路。我呢一種個轆比較細嘅輪椅會好難行，同埋感覺上都幾傷架車嘅，所以計劃行程嘅時候喺選擇景點方面都要注意返啦。咁有啲景點係本身有輪椅可以租借嘅，嗰啲就可以換一換，唔使咁傷自己嘅車啦。而金閣寺呢度就冇輪椅出租嘅，但係就好在需要行嘅路其實唔係好長，主要都係為咗呢個打卡位。前面再行前，其實就係去另一個角度望返呢座金閣寺，而再前面就要上樓梯，我係去唔到嘅。咁所以喺呢個位置影完相就可以掉頭走人啦。之後就搭車去到河原町，首先就行下錦市場。其實本來都有猶豫嘅，因為知道錦市場啲路都比較窄，而且大部分時間都好多人好擠迫。但我今日都算好彩，見到啲人流其實都暢順，同埋都仲有少少空間，停低睇下嘢都唔算太大壓力。不過輪椅就真係冇辦法入到啲鋪頭啦。附近嘅呢個仙豆町係靠住鴨川納涼床嘅一條小巷，裏面充滿住各種京都風味嘅餐廳。而且當去到夜晚，啲店門口嘅燈籠着燈之後，條街就會瞬間變成古代嘅景色，個 feel 就更加好啦。喺靠住河嗰邊，可以一邊望住鴨川，一邊食飯，所以好受遊客歡迎，好多都要提早 book 位。因為我真係好想嚟一次，所以提前好多就揾咗資料，發現只有好少數餐廳嘅環境係可以適合輪椅㗎。好彩最後都揾到呢一間啫，但係都要小心，門口有一細條渠同埋一個駁位，輪椅都需要有人輔助先上得到去。呢間係一間鰻魚料理餐廳，我哋就試咗佢嘅鰻魚飯同埋懷石料理 set。鰻魚飯就未算俾到我好大嘅驚喜，
反而懷石料理裏面有幾樣睇唔明係咩嚟嘅食物做得出色。雖然輪椅只可以喺室內嘅位置，冇坐喺河邊嗰種感覺，不過呢個窗邊嘅風景都已經唔錯啦。之後買咗個好好食嘅鯛魚燒。原本係打算去白板神社嘅，但係去到呢個位先發現無障礙入口，比想象中就遠好多，有啲擔心輪椅嘅電量，所以今次唯有暫時擱置呢個行程啦，改為去高島屋行下。咁搭地鐵返京都站嘅時候，仲發生咗一段小插曲，發現京都原來唔係個個站都有 lift 搭㗎喎。Oh no! 如果唔想用呢種方法落樓梯嘅話，關於地鐵站嘅選擇方面，出發之前就要做定多少少功課啦。 The next day. 今次旅行最想去嘅兩個地方，京都御苑同埋二條城都放晒喺今日，兩度都係喺地鐵站出口就到，非常方便。首先就係京都御苑，我哋只係打算參觀京都御所，所以要去位於清鎖門嘅入口。如果由呢度直行嘅話，就會全程都係碎石路，所以輪椅記住行右邊，會有一大段平坦嘅路。清鎖門呢度有電動嘅手推輪椅可以免費租借，嚟緊嘅參觀路線全部都係碎石路，就靠晒佢啦。由於京都御所嘅範圍好大，條路亦都唔好行，所以最好就參加導覽團，唔好自己亂咁行啦。喺呢個休息所裏面，每日會有2個時段，分別有中文同埋英文2個導遊團喺呢度準時出發，冇人數限制，亦都唔使報名同埋係免費嘅，只需要喺指定嘅時間嚟到，然後跟住導遊行就得㗎啦。如果你識日文嘅話，日文團就會有更多時段可以選擇添啦。我去咗個廁所，所以就遲咗幾分鐘到，所以就要自己追返上去啦。前面呢個係英文團嚟嘅，中文嘅團喺再前面啲。再行前多幾步，終於都追返上嚟啦。中文團嘅參加人數唔係好多，似乎京都呢度外國嘅遊客比較多喎。咁無論係咪坐輪椅都好啦，我個人係都幾推薦，如果啲景點有呢種導遊團嘅話，都盡量參加嘅。因為同一個建築或者風景，有人講解下啲文化背景，了解咗之後，比起自己純粹齋睇，感受都會好唔同。好似呢啲建築嘅結構啊，佢哋用嘅顏色、材料等等，好多細微嘅位置都係別出心裁。聽過講解之後，就更加清楚佢哋係幾咁值得細心去欣賞㗎啦。唔記得介紹返呢位好俾心機導遊嘅女士，係日本人，中文就難免有啲口音，有時都要俾心機啲先聽得明佢講嘅嘢㗎。在休息的地方，這樣子前面換着2個守護動物。參觀埋呢個庭園，成個導覽就結束㗎啦。咁我哋就已經圍繞京都御所兜咗個圈，全程大約用咗45分鐘。由入口嘅地方出返去，就會嚟到一個休息所。呢度唔單止大啲、靚啲同埋有餐廳，仲有一個好先進嘅殘廁，真係不愧為國家級景點啊！呢個時間餐廳冇乜人，我哋當然就揀窗邊嘅位嚟坐啦。雖然食物就唔係太多選擇，但質素就絕對唔馬虎，價錢亦都合理，大概1500 yen 一個餐左右。加上呢度嘅環境好舒服，食咩都自然好食啲啦。
搭幾個站就嚟到二條城。呢兩個景點嘅車站都比想象中靜，直情係冇乜人，啱晒我呢啲社恐人。同樣係出咗站，過條馬路就會到我哋嘅目的地㗎啦。有殘疾證明嘅話係可以免費入場嘅，不過就要去佢哋嘅辦事處度幫手做個登記先。跟住就要去前面嘅一個服務處去借輪椅啦，因為之後都會繼續係呢種震死人嘅碎石路，唔換一換真係驚個車會捱唔到返香港。咁租借都一樣係免費啦，同埋係電動手推輪椅嚟嘅。咁我亦都喺度租咗部語音導覽機，因為呢度嘅導遊團只係得日文同英文選擇，咁我聽英文都唔係聽得好好，所以今次我哋就冇參加到導遊團啦。我哋就由呢度開始參觀，呢個叫做堂門，係御殿嘅正門。呢度啲門嘅形狀代表住級別，而呢個堂門就係最高級別，所以睇落去非常華麗。根據導覽機所講，門上面4條柱分別雕咗4種象徵唔同意義嘅守護動物，好值得停低好好端詳一下㗎。裏邊就係最多遊客參觀嘅二之院御殿同埋庭園啦。呢度係發生日本重大歷史事件大政奉還嘅地方，代表住日本嘅幕府時代，所以具有極高嘅歷史意義，係日本嘅國寶級建築。A few moments later， 裏邊就唔可以影相嘅，而出面呢度就係二之院庭園啦。我哋參觀完呢，就繼續前往下一個地方，即係本院御殿啦。咁原本就係過條橋就到噶啦，不過因為有幾級樓梯，所以輪椅就唯有要兜一大段路喺後邊入啦。咁條橋呢度就可以買啲嘢餵魚啦。終於嚟到本院御殿啦。咁我哋預約參觀嘅時間未到，所以就喺附近嘅庭園行下先。呢個庭園呢，就冇二之院庭園佈置得咁精緻，不過呢，就可以近距離欣賞到本殿嘅外觀。同埋有一個天守閣嘅遺跡，咁望到都知輪椅係上唔到去㗎喇。如果上到嚟呢，就可以望到我哋頭先餵魚個位，仲有啱啱我哋行過嘅庭園。咁樣望返我哋頭先兜過嚟條路都幾遠㗎，如果用返自己部輪椅真係搞唔掂啊！等到夠鐘，我哋就嚟參觀本院御殿裏邊啦。要記住，如果想參觀嘅話，就一定要事前網上預約，或者去我頭先借輪椅嗰度，有機會可以買到即日嘅門票，但係機會比較微。同樣地，如果係持有殘疾證明嘅話，網上預約呢度嘅參觀都係免費嘅。咁裏面同二之院一樣啦，都係唔影得相嘅。A few moments later，參觀完之後就從原路離開啦，要小心落去嘅時候呢條路係幾斜嘅，辛苦推輪椅嘅人啊。咁我都想補充講返呢個本院御殿先，佢係天皇居住嘅地方，已經經過咗18年嘅整修噶啦，喺2024年3月先重新對外開放，裏面嘅氣氛非常之嚴肅。由於每批參觀嘅人數只係得幾個，所以看守嘅工作人員其實仲多過遊客。頭先我直頭連大力少少呼吸都會感覺到壓力啊！不過又應該咁講，就係因為咁先體驗到呢個係一個幾咁受到重視嘅遺跡，所以覺得今次嚟到參觀係非常之有價值嘅。咁最後一站呢，我哋就參觀埋呢個青樓院啦，都真係好慶幸有嚟到參觀呢個地方。呢度嘅畫面真係非常之優美，亦都令到前幾日我喺福岡大蠔公園嘅日本庭園摸門釘嘅遺憾一掃而空啊！返酒店休息咗陣之後，見仲有少少時間，就決定去旁邊嘅東本院子度睇下，因為呢度離酒店只係一條街嘅距離嘅啫，咁方便又咁宏偉嘅地方都唔去睇下，就真係太浪費啦。
呢個位其實離京都塔好近嘅啫。我哋留喺京都嘅最後一晚 book 咗一間可以望住京都塔嘅壽喜燒餐廳，好好地咁欣賞一下京都塔嘅夜景。依家就準備行過去啦。間店就位於京都站伊勢丹嘅11樓，想 book 位都唔係咁容易㗎。我提前幾星期網上預約我想要嘅時間都已經冇晒位，後尾係不惜成本用 auto reserve 先總算成功 book 到今日呢個位嘅啫。好啦，首先係頭盤，咁呢度仲有叉叉鍋同埋鐵板燒嘅套餐提供嘅，不過我哋預訂嘅兩個都係壽喜燒，當時嘅餐單就揾唔返啦，大概同呢一個差唔多。跟住就準備好心情欣賞呢度嘅夜景啦。喺煮緊嘢食嘅期間，就見到京都塔着燈啦。呢個時間真係揀得啱啱好啊！第二朝我哋就返去博多啦，下一集將會分享埋我哋最後2日嘅行程。咁京都嘅行程就嚟到呢度先，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